大家好，我係嘉嘉，歡迎嚟到環球觀察日記。Tesla 啱啱就公布咗第四季同埋2025年嘅全年業績。雖然新車交付量確係跌咗，比起2024年亦都賺少咗錢，但係佢哋手頭上嘅現金同埋投資竟然係衝到上去441億美金嘅歷史新高。呢份業績話俾我哋知，Tesla 目前絕對唔係處於劣勢，而係喺財政極度鬆動嘅情況之下，主動進行緊一場轉型。Elon Musk 係想話俾市場聽，Tesla 已經由單純追求產量嘅車廠，進化做一間實體人工智能公司。當全世界仲係擔心緊佢賣少咗車嘅時候，其實我哋更加應該問，點解一間賣少咗車嘅公司反而越嚟越多 cash 嘅呢？呢份信心嘅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個由賣 product 轉向賣 service 嘅商業野心，而一切亦都要由表面上消失咗嘅銷售數字講起。面對呢啲下跌嘅數據，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會問，係咪啲車賣唔去咋？其實數據背後就隱藏住一個新嘅策略分配。我哋首先要面對一個好現實嘅數字，就係 Tesla 賣車嘅生意的而且確係收縮緊嘅。2025年全年 Tesla 汽車嘅交付量比起2024年跌咗10%。如果你攞高峰期2023年嗰180萬部嘅交付量嚟比就更加係跌咗16%。喺一般汽車業邏輯入面，銷量跌得咁勁，通常都係一個危險嘅信號。但係如果你細心拆解2025年第四季嘅數據你會發現產量其實係比交付量多咗幾萬部，而呢啲消失咗嘅新車，其實係俾 Tesla 主動預留咗俾無人駕駛車隊去用。呢個動作就係 Tesla 喺2025年入面一個好關鍵嘅策略轉向。管理層向大家解釋，佢哋依家係要喺賣車俾客同埋留車俾自己車隊之間做一個好長遠嘅分配決定。Tesla 以前係整幾多部車就賣幾多部車，務求盡快資金回籠。但係依家佢哋寧願收少一筆賣車嘅錢，都要將呢啲新車轉化成為自己 Robotaxi 無人駕駛 call 車網絡嘅資產。呢個轉變反映出佢哋嘅商業邏輯已經由一筆過嘅買賣變成好似收租咁樣嘅長線服務。目前呢個服務喺 Texas 嘅 Austin 已經正式落咗地。雖然依家只係行咗7000 miles， 聽落就唔係好多，但係呢啲數據係用嚟餵養緊佢哋個 AI 大腦。比起直接將架車賣出去賺嗰啲錢， Tesla 更加睇重呢架車喺未來每日幫公司賺翻幾多服務費翻嚟。當然，銷量下跌亦都反映咗汽車業現實嘅挑戰。管理層自己都承認汽車市場嘅競爭非常之激烈。但正正係因為賣硬件嘅利潤空間俾外圍環境壓低， Tesla 先至會咁決絕將資源留俾自己嘅車隊去衝刺一個技術門檻更加高、對手更加少嘅無人駕駛市場。佢哋依家個目標係好清楚嘅，就係要累積夠100億 miles 嘅數據去衝破無監督自動駕駛嘅安全門檻。所以當你見到銷量比起高峰期跌咗16% 嘅時候，我哋應該睇到嘅係，呢間公司已經唔再執着要賺嗰啲同人鬥平嘅辛苦錢嗰度，而係主動騰出空間，將原本嘅零售壓力轉化成為發展無人駕駛網絡嘅燃料，準備迎接一盤更加大規模嘅賺錢生意。講完啲車嘅分配策略，我哋就要再轉深啲 Tesla 嘅數簿，睇下佢哋到底係點樣喺銷量下跌嘅情況之下，仲 keep 到雄厚嘅財力。要睇明呢一份成績表，就要拆解2025年全年嗰948億美金嘅營業額入面，到底有邊啲係賣車嘅辛苦錢，邊啲先至係真正好賺易賺嘅錢。汽車業務依然都係公司嘅命脈嚟嘅，依家就佔咗營業額大約73%，但呢嚿錢真係越嚟越難賺啦。受到 Trump 政府對於電動車政策嘅變動啦、關稅同埋高息嘅夾擊之下即使 Tesla 將造車嘅成本壓低到3.5萬美金樓下，扣除咗監管信用額度之後嘅實際毛利率其實只係得返18%。呢一組數據話俾我哋聽，單靠賣車Tesla 已經好難再好似以前咁樣維持暴利噶啦。但係呢份業績入面最令到投資者驚喜嘅係一直被視為副線業務嘅能源儲存業務，即係例如 Powerwall 或者係 Megapack 之類。呢個業務喺2025年只係佔咗營業額大概13.5%，但係佢嘅賺錢能力簡直係令到人哋大開眼界啊！能源儲存業務嘅第四季毛利率已經衝到上去28.7%，遠遠高過賣車嘅18%。如果你將賣車比喻做要同人哋鬥快鬥平嘅搬運工作，
咁能源儲存業務就係一份坐喺度賺錢嘅生意。隨住全球 data center 對於穩定電力嘅需求爆發，Tesla 根本唔憂賣。上海嘅 Mega Factory 啱啱起好，2026年第一季咧就會提升產量噶啦。呢個佈局正係要將呢個高毛利業務進一步做大，撐起成間公司20.1% 嘅整體盈利水平。當然，每部車嘅造車成本跌穿3.5萬蚊美金，亦都係 Tesla 保持利潤嘅重要一環。即使打緊逆境波，佢哋依然有能力維持利潤嘅同時，將資源投入去研發 AI。除咗能源儲存業務，其他業務嘅營業額都升咗19%，而且連續第3年賺錢。雖然呢部分嘅毛利率大約得8.9%，但係佢嘅作用呢，就可以增加到用戶嘅依賴性，令到全美國超過一半人口將來都有可能成為 Tesla call 車網絡 Robotaxi 嘅一部分。由資本市場角度去睇，呢一份業績其實喺度改變緊大家對 Tesla 收入分佈嘅睇法，由90%靠賣車到依家賣車只係佔咗公司營業額3%，高毛利嘅能源儲存業務成為咗第2大嘅收入來源，成功將公司整體嘅毛利率推返上去20% 以上嘅健康水平。呢種多元化嘅利潤結構令到 Tesla 減少咗因為汽車市場嘅波動而令到收入大跌，正係因為有能源儲存呢一份咁好賺嘅生意喺度穩定住盈利。Tesla 嗰441億美金嘅現金儲備先至顯得咁有彈性。呢筆歷史新高嘅現金結合咗汽車業務嘅龐大規模同埋能源儲存業務嘅高毛利率，為佢哋喺轉型期內研發 AI 同埋無人車隊提供咗最雄厚嘅資金來源，確保公司喺進行轉型嘅時候依然有充足嘅彈藥去應對任何大環境嘅波動。喺業績發佈之後嘅分析員問答環節入面，最震撼嘅消息呢，莫過於 Tesla 決定喺2026年第一季正式停產 Model S 同埋 Model X。呢兩款車可以話係 Tesla 嘅招牌，但係到咗今時今日，停產係一個喺轉型期極之果斷嘅決定。管理層覺得加州車廠嘅空間既然有限，如果要喺自動化嘅戰場嗰度贏得徹底，就必須要將原本屬於兩款旗艦車嘅生產線騰空出嚟，留俾更加有潛力嘅 Optimus 人形機械人，將機械人生產放喺第一位，反映咗內部對公司價值嘅重新定義。對於 Tesla 嚟講，豪華房車嘅市場已經接近飽和。相反 ，Optimus 如果可以大規模量產，產生嘅生產力革命係難以想象嘅。Elon Musk 嘅目標係喺2026年第一季推出專門為量產而設嘅第3代 Optimus， 進行小規模嘅測試生產。將旗艦車停產係要將最好嘅工程師同埋廠房空間全部壓住落去呢個新產品線上面。呢種放得低過去喺電動車市場嘅輝煌標誌嘅做法，證明咗 Tesla 已經轉型成為生產自動化工具嘅公司。但係要機械人真正做得到嘢，最重要嘅都係背後嗰個 AI 大腦。呢個就係點解業績要特別強調擴建 Cortex 2呢個專為訓練 AI 模型嘅 data center。當大眾仲關注緊新車個樣靚唔靚， Tesla 已經將啲資金投入去起全世界最強大嘅 data center 啦。Cortex 2將會配備幾十萬粒 NVIDIA H100 或者 H200 嘅 GPU， 作用係要將 AI 運算能力喺2026年嘅上半年提升1倍。呢個算力中心唔單止訓練無人駕駛，更加係要幫 Optimus 學習喺複雜環境入面做一啲精細嘅動作。簡單嚟講 ，Tesla 依家唔係淨止生產一個硬件，更加要係強化一個通用人 AI 嘅靈魂。呢種由造學去到訓練大腦嘅策略轉移，解釋咗點解 Tesla 唔再執着維持完整嘅汽車產品線。當對手仲研究緊加大架車入面個熒幕，定還是個張凳坐得舒唔舒服， Tesla 已經將個戰場拉高去到算力儲備同埋機械人量產嘅能力嗰度。呢一種資源調配雖然令佢哋暫時失去咗兩款標誌性產品嘅收入，但換嚟嘅係 AI 領域無人能及嘅領先地位。佢哋平衡過邊際價值，將資源由飽和嘅汽車市場調配到未來嘅自動化戰場。當 Tesla 擁有強大嘅運算大腦，下一步就係要將算力轉化做利潤。殺手鐧呢，就係依家已經行咗超過30億 miles 嘅 FSD 系統。管理層提到一個好清晰嘅指標，技術上呢係需要大約100億 miles 嘅數據，先至可以向政府證明無人駕駛比人類揸車安全得多。呢條路雖然仲有啲距離，但 Tesla 累積數據嘅速度已經令對手望塵莫及啦。為咗加快生態圈嘅普及，喺分析員嘅問答環節嗰度仲提到，
Tesla 將會研究將 FSD 由跟車轉去跟人。雖然仲係喺研究嘅階段，但目的咧就好明顯，就係降低用戶換車嘅門檻，令到 AI 嘅靈魂係跟住個車主而唔係跟住架車。當冇監督 FSD 成熟之後，終極藍圖咧就係要發展 call 車服務 Robotaxi 網絡啦。目前喺 Austin 測試咧就只係一個起步啫。未來你部車喺唔用嗰陣，唔應該咧只係擺喺度貶值，而係出去接客幫你賺錢。將原本係負債嘅私家車變做產生被動收入嘅資產。Tesla 嘅無人駕駛車隊唔需要自己擁有所有嘅車，佢只要利用全球車主嘅硬件，再抽取平台費用就可以賺錢啦。呢種輕資產模式係佢哋跳升做科技平台公司嘅重要一步。總括嚟講，Tesla 喺2025年交出呢份成績表，其實係向全世界宣布佢哋已經正式由一間傳統嘅車廠進化做一間以機械人同埋人工智能為主嘅科技龍頭。我哋喺呢份業績入面睇到，銷量下跌咗10%，其實咧就唔係衰退，而係一場主動嘅方向轉型。Elon Musk 寧願犧牲短期嘅交付數據，將資源留俾自動駕駛車隊，甚至係決斷到停產 Model S 同埋 Model X 呢啲旗艦車款，目標就係要將所有最精英嘅力量投入去 Optimus 機械人、Cortex 2超級運算大腦，以及嗰條能夠儲100億 miles 數據嘅無人駕駛之路。支撐住呢個信念嘅係高毛利能源儲存業務賺翻嚟嘅嗰啲利潤，以及441億美金呢個歷史新高嘅現金儲備。呢份雄厚嘅家底令到 Tesla 唔再需要執着喺汽車市場嘅價格戰，而係可以跳升去到一個更加高維度嘅生態競爭。當一間公司嘅價值已經由賣車進化去到賣 AI 嘅實用能力嘅時候，我哋亦都應該重新去定義點樣衡量佢嘅估值。Tesla 嘅勝負已經唔再係睇佢今年賣幾多架車，而係睇佢點樣利用呢一場實體人工智能嘅革命，去徹底改變人類未來嘅生產同埋生活方式。Tesla 2025年嘅業績呢，我哋已經好快睇完啦。想問下大家幾個問題：第一，面對住全球咁多新品牌嘅競爭，你覺得 Tesla 選擇減少零售，預留俾自家車隊做 Robotaxi， 係咪一個避開價格戰嘅高招呢？第二，如果將來買 Tesla FSD 真係可以跟人唔跟車，會唔會大大增加咗你換車嗰陣時繼續選擇 Tesla 嘅慾望呢？第三，雖然能源儲存業務目前只係佔咗營業額嘅13%，但係佢嘅高毛利率跑贏咗買車成條街。你覺得呢個咁好揾嘅業務係咪 Tesla 喺電動車毛利受壓之下依然咁大手筆投資 AI 信心嘅來源呢？歡迎大家喺呢條片下面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啦。如果你有想支持呢個用廣東話講下科技新聞同埋美股分析嘅 channel， 就記得 like 呢條片、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聽啦。我哋下條片再見。